明年2025年，上巴要做回来举办世界壮年运动会，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会，4年一摆，也是头一摆伫亚洲举办。有风声讲，这个壮年运动会消息是无啥人知影，上巴即马是赶紧宣传。上巴两位市长今日也做伙开记者会，公布这运动会主题曲，而且两位市长也拢报名，鼓励30岁以上的民众，大家拢来参加。真侪扑克声配上澎湃的歌曲，这是金曲歌王国际化来替世界壮年运动会所演唱的主题曲《吉梦想》。歌曲内面除了有中英文的元素以外，更有关注民语来表现出国际性甲台湾特色。每4冬举办一摆世界壮年运动会，每年是由上北市共同来举办，嘛是头一摆伫台湾举办，伫亚洲举办。请你参加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，留下你精彩的一页。世界壮年运动会是国际性的运动会，但是进前就传出主办社市之一台北市研考会家己做的调查，有7成9的民众唔知影，互人批评讲宣传无够力。上北市长嘛一定家己报名，嘛鼓励民众来参加。35个项目，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。我跟侯市长我们都有报名啊，甚至有组队参加的团体赛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赶快报名。台北市体育局表示，目前国内外一定有18000人报名参加明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。今仔日推出的大赛主题曲，主办单位表示，后续会继续加强网络甲社群的国内外行销，甲这个国际性的比赛办出台湾特色。记者陈阿轩、张俊佑台北报道。